朱九营故居原本为台盐的宿舍，有着优美的庭院、简约朴实的洗石子建筑，高大且茂盛的老榕树坐落其中，空气中充满着浓厚的人文气息，流淌着岁月静好的艺术氛围。曾任财政部盐务总局局长的朱九营，因盐定居此地，晚年长居安平，自号安平老人。身为当代颜体书法名家，更被誉为台湾战后一代书艺大师。目前故居内规划成书法展示馆，展示着朱九营的各式书体作品，尽情欣赏，感受其气势与墨韵。其中又以一整面墙的颜体心经最令人感到惊艳，尤其午后时分，当阳光照射进来，斜打在墙上，让整个作品散发出浓厚的庄严气息。想要多了解朱九营大师，在展馆1楼墙面上有详细介绍其生平经历、书风分歧和书学渊源。另外，馆内也播放着朱九营老师的纪录影片，供游客观赏。装置艺术使用了视觉暂留手法来做互动，让原本只能用来观赏的书法字，变成能够和民众互动的动态视觉艺术。透过文字不停地跳动，似乎也能激发出更多对文字的想象空间。有多久没有拿过毛笔写字了呢？来到这里，不妨在书写台上拿起毛笔，沾水，动手挥毫，起心动念间也重拾书写浪漫。如果想要把朱九营大师作品带回家收藏，除了在纪念品区可以好好选购之外，也可以买张明信片，拓印出大师优美的书法创作。走上纪念馆的2楼，目前进行的正是当代书法诗人何景窗的书法艺术展。森林里，一棵树倒下，如果没有人听见，它就不会发出声音。被誉为书法诗人的何景窗，曾获时报文学奖人间新人奖、教育部文艺创作奖及梁实秋文学奖，是一位融合诗文学与当代书法创作的艺术家。就是小的时候，我爸爸会把我放在后院背诗，然后背唐诗，背完了之后再放我进去客厅，可能吃点心还是看电视。所以我想可能那样背诗的潜移默化的感觉，就是对句子有一些情感，然后但是其实背诗的过程其实是很讨厌的，因为是被强迫的。但是后来听到流行歌曲就很喜欢，在流行音乐里面得到很大的乐趣，就是在听歌词或者是看歌词的那些感觉，其实可能间接的启发了我一些对于自己创作的想法，然后慢慢的走上这一条路。我是2002年的时候来到台南的。那个时候我来台南是来念台南艺术大学的研究所，然后有一天我在经过穿堂的时候，看到董阳芝老师的作品，非常的惊艳。就董阳芝老师的字形加上他断句的方式，都让我体会到鹤鸣于九高，声闻于天的那个优雅的感觉，很突破的感觉。然后我就很想要试着自己用书法来写自己的句子。从02年开始，我开始使用书法。我写的过程从来都没有随意过，因为我很希望能够写出一个自己的骨架。我们都是同样的，如果说我是1976年的，如果说同样跟我一个年代的人的话，我们就会了解到我们的书法的教育大概就是仅限在
小学、中学那个阶段，就是使用书法来写周记，或者是有一堂书法课，但那个时候并不会提升你的兴趣去认真看待这件事情。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我认为写的东西不是你内心有感触的东西。通常我们可能就会写天覆地在，鸟鱼飞跃，类似这样子的句子，就临帖。但是临帖给我的感觉就没有办法吸引我持续去做这件事。但是当我用书法写自己创作的句子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整幅的画面都会很清晰的浮现。然后虽然一开始字并不能如自己所愿的驾驭毛笔，但是它会让你时时的想要提起毛笔去重复这个创作，直到你慢慢的琢磨出自己的风格。2007年，何景窗旅居英国伦敦期间，为了找出自己的风格，会将书法工具精简在一个笔盒，展开沿途用书法写诗，边写边展览的即时诗即处展的模式。而这样的创作模式也开启了当代书法的全新样貌。作为一位即兴创作者，何景窗随时随地拿出纸笔就可以创作。他创作的灵感可能来自于人，来自于生活，来自于大自然。情感产生的瞬间及时捕捉，将千丝万缕的情绪琢磨成文字，转换成诗的语言，透过书法载体表现出来。所以观看何景窗的诗，就像是在生活中信手拈来，朴实、温暖且幽默。那在朱九龄故居的2楼的展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展场。怎么说呢？因为它不是一般我们认定美术馆或是画廊很漂亮完整、平白无瑕的这样子的空间。朱九龄故居它本身带有很强的历史性、在地性和跟台南在地文化的一些连接。那近几年，因为文化局对于老屋新力一直都很推动，所以这样子的旧的建筑物可以受到文化局的保留下来、整理起来，甚至把它作为一个当代的书法展览的空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点，也是对何景窗这样子当代书法艺术家的创作者而言，是一个非常合适展出的地方。那因为何景窗他过去将近20年的时间从事他非常具有特色的当代书法的创作，那他的书法的书写上面不是就只有他的字体很具有他个人的特色代表性之外，他的书写的内容事实上是本身就是一个文学诗上面的创作。那近几年台湾也很流行一些比较文人的、抒情的、淡雅的、闲适的一种生活的慢步调，尤其在台南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所以何景窗这次的展览，它事实上呈现出它结合很台南在地的特色，台南的古迹、文化、场域、空间，和它一直过去多年一直经营很久的他个人的书法的形式上面风格和内容，他书写的一些很现代文人的一些想象。这个场域呢，我觉得除了它空间上面的历史性的特殊点之外，因为朱九龄故居后面有树屋，那相信树屋是一直很吸睛的一个地方，很多不管是台南在地的居民，或是外县市的游客，甚至国际的游客来到台南、来到安平，一定会来树屋走一走。那因为树屋它非常的有特色，树屋的树它已经是一个很在地的占领者的强势的这样子一个很倔强的一个生长方式，占领了原来的房屋屋舍。那展场就刚好在树屋旁边，那这时候展览展出的内容，那我们就以当树 I wish I were a tree， 把我自己当作一棵树，作为一个展览的一个主题。当观众
从1楼还没有进这个场域，就看到很大的展览的名称当树。那这个展览名称本身就是何景窗他自己亲自书写的2个书法字。民众顺着楼梯，我们对于这个展览的标示走上来之后呢，映入眼前的会是2幅蛮大篇幅的现地创作。那这2幅现地创作是展览之前我们请台南的德宏画廊，也是台南在地很重要的装裱画廊，请他制作2个水墨的表板、宣纸的表板。那在布展的时候，何景窗他就现地创作，现场在展场书写。那除了这2幅之外，其中有一件是民众可能很容易就 miss 掉没有看到的作品，是在进来展场这2幅大件的现地创作的作品旁边的一个窗户，何景窗他也在现场创作，现场用毛笔和墨汁在窗户上面、玻璃上面书写。那书写的这些内容呢，也是何景窗他最近的这几年出版的散文诗里面的内容。那当然内容里面也主要是提到跟大自然、跟树的一些艺术家的想象。那所以观众看这个展览，不仅是可以欣赏到我们觉得可能很古老的艺术创作形式之外呢，事实上何景窗对这样子书法的传统艺术赋予非常当代的美学和现在生活的一些思考。尤其当树本身就让观众有一种想象，说当树是什么意思？那当民众走来展场，看到眼前的书法作品，然后在左右眼睛再看四周的环境，就很快就看到旁边长得非常茂盛的大榕树。那所以整个场域、整个展览的精神和内容，事实上是整个串联在一起的。而何景窗独特又具生命力的书法字体，也曾与台湾天团五月天合作，为其演唱会题字勇敢、倔强、顽固等共9幅的书法作品，也在特展中亮相，吸引不少乐迷前来朝圣。而透过与流行音乐的合作，也让更多年轻人有机会欣赏当代书法创作。一个文人的一个艺术创作形式，它事实上赋予现在当代的生命。那除了这些何景窗他创作书法作品之外呢，我们也展出一系列是跟乐陶陶一个陶瓷公司合作的一系列的文创商品。所以从我们日常生活中会用到的碗筷和盘子里面，有何景窗的书法的书写。事实上也是让一般民众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必须的物件，它事实上是可以跟传统的书法创作有所连结。那这个也是呈现说现在的书法创作事实上有更多元的可能性。此次在朱九营故居的展览，呈现了何景窗独特的当代书法艺术、诗文创作以及书法延伸的各项文创艺术展品，可说是文青味十足。透过特展，也让我们发现到，原来书法不仅是传统艺术的传承，它也可以如此的贴近生活、贴近人心，有着更多的表现可能。